啊，这个大家们就开始啦。安尼啊。讲出问我啊。咱要开始了个，我会将咱的麦克风隆重 mute 个，隆重 mute 掉，开始祈祷，然后咱会开始来看圣经了。来，咱阿头三个祈祷。天父的天父上帝，主你是阮的主，你是带领阮后面前道路的上帝。主啊，虽然在这款的疫情当中，阮看到你的恩典由阮交给阮用，因为你保守了阮，也互阮有法通借着网络来参加来查经，知影你的话语是阮的绵牛，要来养饲阮。带领阮，感谢你有看到有真侪人，有差不多35个、40个人来参加，互阮伫你内面有法通享受你的同在。基督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来，咱来三个偏开咱的圣经哦，咱来看雅各书，咱要看第1章。咱顶礼拜咱看第1章第1节哦，因为咱看到雅各这个作者，这是耶稣的小弟伊怎啊对无信耶稣，到伊信主，甚至伫教会当中担任一个真重要的角色。当然，伊为主按遐来殉道。然后今仔日咱要对第2节看到第12节，第2节看到第12节。咱来三甲来读啊，咱三甲来读。我兄弟啊，恁落伫百般试炼中，拢着以为大喜乐，因为知影恁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吞论也着成功，互恁成全完毕，毫无缺乏。恁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迄个好事互正人，也无智者人的上帝，主就的确赐予伊。只着凭着信心来求，一点仔无摇疑，因为个摇疑的人就亲像海中的波浪，互风吹动翻平。安尼的人毋通想要对伊主遐得到什么，心怀两意的人，伫伊一切所行的路顶，拢无有定见。谦卑的兄弟心悬，就应该喜乐；富足的兄弟降卑，也应该安尼，因为伊的确要过去，亲像草顶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烈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无了。迄个富足的人，伫伊所行的事顶，也要安尼衰残。12节，吞论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了，因为伊经过试炼了后，才可得到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允予迄个听伊的人。所以今仔日咱看雅各咱来看第2章开始特别是第2节到第5节到第4节。当你看的时阵，为什么你常常伫遐咧出现啊？为什么你常常咧出现啊？相信你会看到试炼试炼，然后体验这代志会咧出来个所以咱知影这段是咧讲到基督徒拄着试炼的代志然后看到12节的时阵，伊讲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了试探伫第12节开始到15节，也是讲到试探那伫第2节到第11节是讲到试炼到试炼。当然，咱汉文中试探到试炼是两个字但是你知无？伫原文的时阵试探甲试炼孤单一个字送一个字送一个字。伊送一个字伊基本最低基本的意思就是讲是咧试啦是讲说咱讲考验咱逐个人也是捌读册了然后中间有真侪人做先生咱也是捌有看到伫学堂学生读册的时阵，就去考试然后咱先生
做先生也是互学生考试啊。所以这个字啊本身的意思啊，伊基本的意思就是考试。所以考试啊，到底啊，伫咧考验的时阵啊，伊无讲是好还是歹啊。但是啊，咱伫考验的时阵有两方面啊。一方面啊，咱常常伫圣经内面啊，汉文圣经会甲伊翻译做试炼啊，做试炼还是试验啊，这个也是讲说，这样代志是对上帝来的，为着要来考验咱的信心啊，为着要来考验咱的信心，互咱拄着困难、拄着不如意的代志，咱有法通徛伫伫调，所以这个是叫做好的一方面。但是这个字啊，有时阵也该翻译做试探啊，试探啊是讲到伊是送这项代志发生啊，但是恶者就是魔鬼会用这个无好的物件，要互人跋倒离开上帝啊，互人跋倒离开上帝，无要相信上帝，所以咱就讲这个是伫歹的一方面，要互人跋倒，伊是叫做试探啊，是试探啊。但是伫原文内面啊，这个是拢是一个字啊。所以当咱看第2节的时阵啊，第2节啊，到第11节啊，伊是讲到试炼啊，试炼讲到伫遮较主要是咱外面的啊，就是讲咱所拄着的一个情况啊，咱的叫做外在的物件啊，不如意的代志咯。一个咱感觉讲一个困难临到咱的身上啊，上帝运转出来物件要来试炼咱啊，试炼咱。那到第13节的时阵啊，咱刚才下礼拜会看第13节，是讲到试探的时阵，是对内面来的，对咱的心中发出来啊，对心中发出来。所以伫第2节雅各就跟人讲，我兄弟啊。恁落伫百般的试炼中着干安尼着以为大喜乐才互咱看到啥咱来问一个问题：啥会拄着试探试炼啥会拄着试炼伊讲我的兄弟兄弟是讲到信徒当然包括姊妹信主的人咱会落伫百般的试炼当中伫英文有两个字就是讲说 when when 是第时if 是假使if 是假使伫遮是讲说 when you meet trials 你若拄着你若拄着所以这个讲什么呢？意思是讲基督徒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其实咱会拄着叫做不如意的代志，咱会拄着试炼临到咱的身上毋是讲会还是袂拄着的问题是讲什么时阵咱才会拄着，咱什么时阵才会拄着。所以这个作者就是都当吹时的信徒讲恁若拄着试炼恁落伫百般的试炼当中咱就会记得。当雅各伊写一本册的时阵，伊的对象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因拄着逼迫拄着逼迫，所以因的生活也是真艰苦毋是因为因犯罪才受苦乃是因为因信耶稣才受苦。所以雅各写一张批写一张批要来鼓励伊。伊讲恁落伫百般的试炼当中什么是百般百般英文直接用一个字叫做 multicolored 就是彩色的意思是什么无同的样式无同的形式来出现所以意思是讲真侪代志发生伫咱的身上拢咱有法通来当作伊是试炼来的伊是试炼来的所以较晚伫第9节、第10节伊就互咱两个 example 两个或者什么款的试炼伊讲谦卑的兄弟升官的时阵就喜乐富足的当卑的时阵就当卑这个也是拄着所以意思是讲伫你生活顶面有时阵是互因
财务啊，在好嘅人无去的时阵，因为钱无去啊，因了钱啊，这个也是一个起点啊。啊是讲说，当你无钱的人，然后伊忽然间伊身权咯，有迄款的地位啊，有迄款的财物啊，这个是好的物件，但是圣经也是甲人讲，即个真有可能也是有法通当做一款的起点有法通当做起点。当然，咱每一个人伫咱的生活中间，咱有拄着真多，兼且今仔日你也是会拄着一个你无想到的代志发生互你真惊吓，也是互你真烦恼，也是互你真艰苦伤着你的心，有真多种物件。但是圣经甲人讲，做时间毋通以为稀奇因为每一个基督徒拢会拄着呀。伫遮爱问一个问题爱问一个问题到底拄着困难的时阵拄着困难是毋是孤单基督徒才拄着困难，还是孤单毋是信主的人才会拄着困难？其实这是无论你是信主还是你无信主。我记得这个 COVID 这个疫情开始的时阵差不多3月的时阵，我收到有人Bible 我Bible伊是写一个基督，伊讲咱基督徒毋通惊这个病毋通惊这个 virus 毋通惊这个病毒因为咱是属上帝的囝儿所以这个病毒袂侵入到咱的身上。但我看到迄个时阵我讲即款的讲法有毋对啦，毋对因为圣经从来毋捌讲基督徒袂拄着安尼甚至伫美国有一间教会有一个牧师伊感觉讲这个 COVID 这个病毒来其实这个是什么？是恶者的攻击所以咱就祈祷，所以伊也是叫伊的会友讲你若需要祈祷，你来我替你祈祷咱基督徒咱靠主，咱要赢过所以就为着遮人祈祷，甚至伊有为着因画手祈祷。但是2礼拜了后伊这牧师家己敢若叛变咯，因为伊去感染着佫无偌久佫差不多正礼拜伊就离开世间伊就死所以才互人看到讲，人袂做你讲，因为我是基督徒我袂拄着遮困难我袂拄着所以天灾人祸还是叫做邪恶的代志基督徒毋是 exempted 毋是 exempted 看若真会拄着安尼别人最近也是有人问我伊讲看若真上帝既然是上帝因互一款的病症来发生甚至是全球性的当然咱袂晓要怎么讲，但是咱知一项是什么？因为犯罪的结果因为这个是什么？犯罪的结局伫圣经内面咱有这个神学家有用一个词叫做 common grace common grace 就是普遍的恩典然后普遍的恩典也叫做特殊的恩典叫做 particular grace 是讲什么呢？讲上帝的恩典临到人的身上伊有一款是普遍好人歹人信主的人无信主的人抵挡上帝的人遵守上帝的人上帝拢恩典互因亲像什么亲像日头圣经讲日头照好人照歹人上帝互好人信伊的人有空气通来吸然后无信主的人同款也是有所以从我说一个人咧争产伊的隔壁会产这个是一个亵渎上帝无要相信上帝但是当上帝降雨落来袂做无讲说孤单基督徒的一个产队才有法通什么才有水这本无这个是叫做什么？上帝普遍的恩典落予世间人甚至上帝普遍的恩典包括咱的什么？咱的钱财有的人也是有钱有法通享受有的人身躯勇健健康这个也是或者普遍的恩典
啊，所以但是有一寡的人啊，就是咱信主的人，上帝有特别的恩典伫咱身上啊。这个特别的恩典是啥物呢？特别的恩典啊，就是讲啊到啊，上帝啊，要特别赐福互咱啊。亲像咱讲说，伫圣经内面像大卫啊，上帝个啊。Bokso, nakamute ka. Bokso, nakamute ka.啊 ，Hello， 有无？有听到无？有了，OK，有了，有了。有啊 ，OK。所以有一个特殊的恩典，像咱的救恩是特殊的恩典啊。像一个人，伊特别上帝特别祝福互因，这个是特殊的恩典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啊，上帝唔单单有恩典，伊也有伊的什么啊？伊的愤怒啊，伊的震怒啊。伫圣经内面啊，约翰3章16节讲到上帝听世间人，17、18有讲到无信主的人啊，上帝的震怒伫伊的心上。所以上帝的震怒啊，上帝允准做邪恶的代志发生啊，也是分做一个叫做普遍的。普遍就是基督徒也是相反会拄着困难啊，基督徒身躯也是会悲痛，基督徒也是会拄着死失的代志啊，甚至基督徒有时阵啊会拄着一个危险啊，毋是讲基督徒拢袂啊。最近咱知啊，这个拉比撒卡拉亚是个真好的牧师啊，真好诶，叫做卫道家啊，伊嘛是伊离开世间啊。伫未离开世间的前一年啊，伊就是旧年啊，又来到咱中间啊，来传讲信息。所以人讲，哎呀，看那是上帝，那将伊个提起，因为干呐，这个也是叫做普遍啊，这个因为人犯罪的时阵啊，基督徒也是得着。但是伫圣经内面啊，咱也是看到有一个特殊的啊，就是当人犯罪的时阵啊，上帝特别来针对伊啊，亲像希律王啊，当伊伫亚正啊，伊咧讲伊什么骄傲的时阵啊，当伊咧讲话了的时阵啊，演说了的时阵，人讲，哎呀，这个王真好啊，这个都毋是人咧讲话啊，咱上帝咧讲话啊，所以感觉遐骄傲的时阵，圣经讲啥？上帝就差派一只虫啊，去甲伊加互伊死啊。所以这个也是叫做一个特殊的愤怒。所以换一句话讲，雅各的意思啊是讲，咱每一个人拢会拄着啊，拢会拄着。所以伫咱拄着的时阵，咱就怎啊？所以咱会拄着的时阵，咱的态度就怎啊？伫第2节伊讲啊，伊讲我的兄弟啊，恁若落伫百般的试炼中，着安那？以为大喜乐啊，咱就大欢喜啊，就大欢喜。咱若拄着不如意的代志啊，你有法通欢喜无？有时阵真是无法通真艰苦欢喜啊。但是咱基督徒咱却着欢喜啊。所以我爱问你想一个问题啊，我问你一个问题。当咱安尼拄着困难的时阵啊，咱个欢喜啊，别人会讲咱是啥物啊？假冒伪善过，人会讲说啊，恁是啥物啊？无看到迄个，无照现实啊！恁看咱像恁的头啊，徛伫沙礫内面啊，无看出问题啊，你都也出问题啊！你敢若那讲你有法通喜乐啊？是毋是你是假冒伪善，是装出来的？你捌想到一款的无？所以这个基督徒。咱拄着困难的时阵，咱要怎有法通喜乐呢？伫圣经讲啥物啊？有两个例子真重要啊！伊讲，恁落伫百般的试炼中，着安那？以为大喜乐，以为哈，伫咱的和合本啊，就是咱咧读的圣经啊，伊是翻译做以为啊，以为啊。伫新约本啊，是翻译做认为啊，恁着认为是大喜乐的。但是这个你啊，这个你啊，无论是以为还是看为啊，这个是原来啊，伊是一个财务顶面的用词啦，就是人咧accounting的时阵个咧算数的时阵的这个名词啦。伊意思是啥物？伊意思就是你该算啦，算做安尼了啦。咱有时阵咱来讲话，咱来讲无，
咱生野路啊，生野路啊，就是讲啊，恁拄着试炼的时阵，你着该算做大喜乐啊。什么是叫做算做大喜乐啊？伊有领导的意思啦，啊，领导就是伊甲你带过啊，然后伊互你去思想、去思考，然后你再认定，再做一个决定。所以这个你的意思哦，毋是讲清清彩彩哦，我就是安尼去做，是讲你好好去想，想了的时阵啊，深思啊，想啊真好势，然后你做一个决定，讲我要喜乐啊。考虑了后，就发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什么呀？就是讲我要喜乐。所以雅各的意思是什么呀？当咱拄着困难的时阵啊，咱唔知要怎样向前来行，咱就用咱的思想啊，咱就去思想讲，到底啊，咱拄着这项代志啊，到底什么意思？咱就会记得讲，咱就引传咱的思想去想讲。这项代志是上帝允准咱的，既然是上帝允准咱的，伊有伊的意思。然后咱相信啊，这个试炼了后，会互咱的信心更加坚固，对人会更加好势。所以伫圣经内面啊，伫马太福音第10章29节啊，伊讲耶稣伫遐讲，伊讲2只赤鸟啊。咸毋是卖1分的银仔吧？若是恁的老爸啊，就是讲到天父上帝啊。若是恁的爸无允准的时阵，一个拢袂夹鸟伫地上。然后第30节就讲，就是恁的头毛也拢受算了。所以你唔通惊，因为恁比较做的赤鸟啊，更较重。这个人讲什么呢？耶稣个人讲啊。发生伫咱身上每项代志啊，上帝拢知影。啊，上帝毋是毋知影，伊拢知影，伊拢允准啊。甚至于讲一赤鸟啊，若毋是上帝允准啊，袂夹鸟伫地上。咱的头毛偌多啊，上帝拢知影啦，已经算了落啦。若毋是伊允准啊，一支头毛拢袂夹鸟落来啊，拢袂落落来。伊讲何况咱。比赤鸟啊更加重要嘛，所以咱喜乐唔是因为迄项歹代志来喜乐，咱喜乐是因为咱知影上帝知影这项代志，然后伊会引带咱有法通经过。罗马书第8章28节就是安尼甲人讲啊，毋知我相信咱有一个人会晓念啊，罗马书8章28节。怎样讲呢？啊，咱来三角片开圣经啊，咱来看啊，然后咱有法通，有若看的时阵啊，这圣经才会刻伫咱的心内面啊。罗马书第8章28节啊，新约圣经罗马书第8章28节。罗马书第8章28节啊。圣经安尼讲啊，咱晓得万事拢互相效力，叫听上帝的人得到益处，就是按照伊的旨意受召的人啊。咱就知影这项代志，万事拢互相效力，叫听上帝的人得到益处。所以雅各伫这所在啊，并毋是爱咱为着歹代志啊。来欢喜啊，还是讲咱毋是为着歹代志啊来感恩啊？咱感恩是讲虽然有歹的代志啊，咱欢喜是虽然是安尼发生啊，但是上帝有缘做王，上帝有缘控制一切，甚至伊要互一切干啊有法通真多好得无比。所以当咱看到安尼的时阵啊，咱想到安尼啊。咱有法通做一个决定，讲我无要互这项代志啊，真做我的绊脚石，我要靠主安遐来欢喜。然后第3节、第4节，伊就讲，干若是上帝允准试炼临到咱的身上，干若上帝那要试炼咱，因为干若伊讲要咱的信心
要得到坚固吼。第三节，因为知影恁的信心经过试炼了后，就生出吞论吼。咱的信心会得到试炼。咱对上帝拢有信心。当咱开始信耶稣的时阵，咱接受主做咱的救主，上帝将伊个信心摕伫咱内面。但是这个信心啊，有的信心较大，有的信心较小。其实咱着干哪？其实咱着信心着愈来愈强。咱的信心要怎愈来愈强呢？就是上帝借着，其实上帝就是借着什么？借着这困难，借着试炼，借着甚至借着好的物件来试炼咱。互咱的信心有法通坚固，所以原来上帝允准衰代志临到咱的心上，是爱看咱的信心怎啊。然后咱拄着试炼了后，咱的信心有法通干愈来愈强，愈来愈好势啊。所以亲像彼得前书第1章第7节啊，彼得也是讲到信心受试炼啊。伊讲恁的信心既然受试炼，就比迄个互火试炼犹原会歹的金更加宝贝。咱的信心拄着试炼了后，伊会坚固，伊会宝贝，伊会宝贵。所以那安尼啊，其实每一摆有试炼来伫咱的身上啊，咱毋是逃避啊，咱毋是走离啊。咱是跟上帝讲，上帝啊，你互我迄个力量啊，有法通赢过啊，有法通经过啊。然后我要学习，你要互我的功课，互我的信心啊，有法通亲像互火按遐来焚烧啊，有法通拿炼啊，有法通拿好。圣经甲咱讲啊，互咱信心试炼了后，咱就生出什么？吞论啊，吞论啊。什么是吞论啊？什么是吞论啊？吞论啊的意思啊，是讲有一个真重的物件压伫咱的身上。咱虽然用该夹起来压伫咱的身上啊，咱有法通徛伫伫在，徛伫伫调啊。咱袂因为所压的这个物件，咱的规个人就干呐，安尼崩溃，安尼崩溃啊。所以，这是讲到当困难来啊，真重啊，咱毋但有法通徛伫伫调啊，甚至啊，咱有法通将这个艰苦的物件，该变做喜乐的物件。毋但喜乐的物件，该变做互上帝得到荣耀啊，互上帝得到荣耀。咱来看这节圣经节啊，希伯来书12章第2节，希伯来书第12章第2节。就是雅各书的前面啊，雅各书头前啊，就是希伯来书啊，12章第2节啊，真水的一节圣经节啊。希伯来书第12章第2节讲，仰望为咱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因为迄个摆伫伊面前的喜乐，就轻看受辱，忍受了12架的苦难，便坐伫上帝宝座的正边。啊，这讲到耶稣，耶稣怎啊？伊讲咱就仰望咱的耶稣啊！啊，因为伊是为咱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伊互咱的信心啊，伊想述互咱信心，伊保护咱的保守咱的信心。因带咱一生拢伫信心内，活伫信心内面啊！咱就仰望伊啊，因为伊干呐摆伫面前面的喜乐，就轻看受辱。当伊要面对12架是一个真艰苦的代志，受辱的代志。但是啊，伊毋是伊看到伊头面前啊有啥物啊？有喜乐啊！哦，伊看到头面前有喜乐，伊就有法通忍受苦难。所以当伊忍受苦难的时阵啊，上帝就可以干啊，赢过了，有法通坐伫上帝的正边。啊，有一个历史学家，就是
历史家伊就有记载啊，伫第1世纪的时阵啊，真侪基督徒当因拄着逼迫的时阵，因甘愿为主来殉道啊，甚至当因受掠的时阵啊，要什么死刑的时阵啊，无论是忝伫屎啊内面啊，还是用刀剑来斩头啊，还是用火来喷烧啊，因拢干呐，拢伫遐咧唱歌啦，拢伫遐咧唱歌。因有一个啊，伊讲将伊忝伫火炉内面啊，咧甲伊烧。当时火开始咧烧的时阵啊，伊的面啊充满笑容，所以伊话咧烧伊的人啊，就讲啊，讲你有啥物代志互你笑啊？有啥物物件互你笑？伊讲，因为我看到上帝的什么荣耀，我看到上帝的荣耀，然后我真欢喜。所以这是咱基督徒有一款的力量啊，毋是对咱家己来，是对上帝遐来。因为咱知影，咱的主疼咱，伊袂放杀咱，伊袂放杀咱。所以咱的信心经过试炼了后，咱就有法通产生什么吞论啊。但是圣经啊，伊讲一句话真水啊！你看雅各书啊，第3节啊，第4节啊，第3节讲，因为知影恁的信心经过试炼了后，就生出吞论。但吞论着干呐？吞论着成功，互恁成全全备，毫无缺乏。啊，咱的吞论着成功，若无成功呢？啊，若无成功怎啊？若无成功啊，咱袂学着功课。什么意思啊？就是当咱拄着困难的时阵啊，咱就有法通持守到底。当咱持守到底的时阵啊，咱赢过啊，咱经过这个苦难啊，咱才是成功。成功的时阵啊，咱的怎么样吞论就加甜，咱的吞论就加甜。有人为基督徒啊，拄着困难的时阵啊，咱有爱徛伫伫条啊，但是无法通坚持啊，咱就干呐，搁在呱叫哈，咱就安遐来埋怨啊，埋怨人，埋怨上帝啊，讲干下真啊安尼啊，甚至毋若讲一个话啊，做一个代志啊，表明讲啥物啊？咱无法啊，所以若安尼啊，这个试炼来到咱的心中啊，咱学无过啊，学无过无成功的时阵啊，咱的信心啊，咱的吞论啊，无法通加甜，无法通加甜。即只讲当咱若成功的时阵啊，咱会干呐？圣经讲，互恁成全完备，毫无缺乏。毋是讲咱变完全人，乃是讲咱干呐？咱开始成熟。基督徒啊，就慢慢的成熟。这基督徒成熟啊，毋是看你信主偌侪年啊，毋是看咱信主偌侪年，乃是看讲咱每一摆拄着试炼的时阵，咱学偌侪，愈学偌侪的时阵啊，咱就有法通干啊成熟啊。什么是叫做成熟啊？成熟其实就是拿来拿亲像主耶稣基督啊，拿来拿亲像主耶稣基督。曾经有一个有人啊，读着关于雅各书啊，还是彼得前书，讲啊，到咱的信心用火来焚烧啊，亲像金安尼焚烧，所以伊就去找一个师傅啊，就是咧养金，金咧养的，伊就去甲伊问讲说，到底这个圣经所讲啊，甲你做的到底是怎啊？迄个人就甲伊讲啊，迄个人讲，伊讲我金啊若来啊，伊就甲伊养啊。因为金内面有真侪干呐杂物啊，真侪杂的物件，所以就用火干呐，直直甲伊烧啊。烧的时阵啊，怀无好的物件再慢慢啊出来，再慢慢啊无去啊。但是伊讲啊，最近啊无法通烧伤过久啊，无法通甲伊行伤过久啊，因为伤过久也是歹，就到我拄好的时阵啊，就赶紧对火咧内面退出来啊，火咧内面退出来。所以，因就问伊啊，讲啊，你要怎知影？讲说，这个就拄好咯。讲啊，到伊个金啊，怀暗淡的物件已经落起来了。你要怎知？
伊个师傅就讲啊，伊讲啊，所以我着坐伫遐咧顾啊，我袂做你离开啊，我着直直看。当我看迄个金的时阵啊，我有法通看到我的影的时阵，啊，就是讲有法通将我看到我的面啊伫遐，有法通照出来的时阵，迄时阵已经够热咯，所以我就赶紧该退出来。所以意思是讲什么呢？所以彼得啊，雅各啊，伊就是讲咱的信心啊，咱的这个人啊，拄好在火焚烧的时阵啊。当咱有法通将耶稣基督的性情伫咱的心上彰显出来的时阵啊，咱就成功啊！至少伫讲成功。当然，这个成功唔是完全的成功，就是伫一段的时间啊，伫一段试炼的时期啊，咱成功。当然，咱也阁有也做阶段的试炼。当咱有法通拿亲像主耶稣基督，所以基督徒啊。咱有一个目标啊，咱要行到的，就是拿亲像主耶稣基督。但是啊，这个拿亲像主耶稣基督啊，也阁唔是最终的目标啊。干哪能阮安尼讲啊？干哪阮安尼讲？因为咱也感觉讲，我拿亲像主耶稣基督啊，所以咱这个物件原在是干哪看人家己。其实咱拿亲像主耶稣基督啊，为着要干哪？为着要来荣耀上帝啊，为着要来荣耀上帝，所以咱每一个基督徒活伫世上啊，最第一种的目标啊，唔是咱的生活的舒服看咱种生活的亚松，唔是咱有法通享受上帝的一个恩典，最主要是伫咱的心上有法通荣耀上帝，伫咱的心上有法通荣耀上帝，所以啊，基督徒的生活唔是为看咱啊。所以有时阵咱爱礼拜啊，咱礼拜的时阵，咱讲哎呀，这方面咱感觉这方面啊无好，遐方面啊无压干啊，有人真侪complain啊。但是咱来记得啊，咱来敬拜上帝啊，唔是为着咱啊，是上帝啊，是上帝。当咱拄着困难的时阵啊，咱有时阵来讲，哎呀，做基督徒也艰苦，其实唔是为着咱啊。是要咱借着安尼啊，彰显了上帝，和上帝得到荣耀。所以这个讲到咱的试炼，然后第5节啊，伊就开始讲到另外一个有一个对白啊，但是甲这个试炼有关系啊。伊讲恁中间若缺少智慧啊，应该着求迄个后世和正人也无智者人的上帝啊，伊就特较互你。即讲到什么？讲到智慧啊。敢若是雅各啊，讲到试炼的时阵啊，伊就讲到智慧啊。其实，意思是什么？当咱拄着试炼的时阵，咱需要属天来的智慧，要怎来面对？要怎来面对？咱才袂落伫什么罪恶当中啊？咱才袂安遐跋倒，因为咱需要属灵的智慧。来面对撒旦的暗遐攻击。当人拄着试炼的时阵啊，咱头一项爱创，咱头一项要做是，咱头一项常做是啥物？咱靠咱家己。咱就想看讲，我这项代志着怎样去处理？我着家己去处理，用咱家己的能力去处理。处理袂好势的时阵，咱就问看卖看，我到底着找啥啊？才有法通帮衬无？然后咱就去找，咱就去拜托谁啊？到我逐项袂应力哦，咱再来找什么？咱再来找上帝。我讲咱菲律宾啊，有时阵啊，咱做代志啊，我讲菲律宾啊是一个社会啊，咱讲 letter L 啊 ，L 的社会啊，看啦，因为咱做代志啊，咱有时阵，咱做代志的时阵啊，咱无爱按。照起工来做，有时阵真麻烦有影真麻烦，咱就爱干呐，咱就爱律师看卖啦。我看卖看我有法通律师无？有法通律师无？像我这个花车，一条是原话，但是伊下底呢啊，我若要搁困遐远啊，既然都无车，我律师过去啊，唔就简单是做代志我要律师看卖，所以咱爱律师的。
落雪若袂过的时阵啊，咱就干呐，掠着啊，好片掠着啊，掠着咱就干呐，啊，就来解咯啊。啊，咱若无法通落雪的时阵啊，啊，咱有时阵来解啊，咱要创代志啊，咱就摕钱互咱啊，啊，你赶紧甲我创啊，啊来解啊。啊，来解的时阵，咱若袂行，若行袂通来解啊，咱就拉脚咯啊，咱就去找啥啊，看有啥啊对路无啊，会甲有法通推咱拉脚啊，啊，所以咱基督徒有时阵啊，就应该去会小聪明啊，来行事。真侪时阵啊，行真侪的冤枉路，害人害家己，互咱犯罪。有时阵咱拄着困难的时阵啊，咱袂晓要怎啊创，咱就骗啊，咱就用欺骗的法术。啊，袂要紧啊，我安尼甲骗过去，简单啊。其实咱袂记得一项啊，当你骗人讲骗人一项物件，人若搁加问你啊，你就搁用另外一个谎言啊，一个白贼话啊，来冚你这个白贼话，然后你就搁用另外一个白贼话来冚这个白贼话，所以愈来愈艰苦。所以圣经跟咱讲什么啊？咱要怎啊得到智慧啊？箴言第9章第10节，咱真侪人真熟啊。敬畏耶和华是什么啊？智慧的干呐，会开端。哦，所以当咱伫困难当中啊，咱犹原有敬畏耶和华，咱若明白知心者，这便是咱的聪明啊，便是咱的智慧啊。所以伫困难的时阵，毋是靠家己的小聪明来做代志啊，乃是到上帝遐，看上帝怎啊教咱。当咱安尼去做的时阵，咱有法通吞忍行日得条，咱就有法通得着。圣经讲咱的上帝啊，伊毋是咸涩的上帝啊，伊是干呐？伊是真慷慨的上帝啊！你求，伊就是互你啊！伊叫你特别要求什么啊？特别求智慧。伊讲主就的确啊，主就的确必啊，必互你啊！这个的确真重要者。咱若需要智慧，咱求伊在世会互咱啊，因为伊干呐？伊是也慷慨的上帝啊，然后伊也无指责人的上帝。什么叫做无指责人的上帝？伊袂讲，哎呀，这项代志很简单，你阁袂晓创，吼，无才互你做基督徒，你得阁安尼来做，伊袂啊，伊袂指责人。当咱知影咱有需要，咱求助的时阵，伊就互咱啊。但是圣经却讲，伊有要求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啊？第6节啊，第6节，只着凭着信心来求，一点啊拢无骄疑。咱就用信心来求，唔通骄疑啊！因为你骄疑的时阵啊，心怀两意的人啊，伫册所行的路顶啊，伊无定见啊，袂得着啊。所以伫圣经内面，其实伫马太福音、马可福音，也是常常讲啊，咱祈求就要互咱啊。干哪要互咱？伊祈求意思是什么？咱就有信心祈求啊，然后咱来按照上帝的心意来祈求。剩伫这个所在，伊讲咱若欠用智慧，咱求伊要互咱啊。所以咱用信心求上帝要互咱，互咱有法通徛伫得条。然后第9节到第11节啊，就讲到两方面啊，就用两个 example 来讲啊。伊讲咱拄着困难的是什么啊？伊讲到金钱啊，伊讲富足的若刚愎啊，伊就是干啊，伊钱无去咯啊。然后谦卑的人心宽啊，欠出伊变有钱啊。所以其实伊真是讲到两方面啊，是钱啊，甲什么啊？甲咱的地位啊，这是人啊，真啊，咱常常咧追求的。有钱为着要来有地位啊，钱甲地位啊，所以这个是。哪国讲？伫这两方面啊，常常会试炼来到咱的身上，咱有法通赢过无？咱有法通赢过哦。无论伫什么款的情况内面啊，咱就会记得一项啦，因为这一切拢会过去啊。咱世上所追求的会过去，所以当咱失去这的时阵啊，唔通感觉讲说这个咱的规个世界规个人生就无去。乃是讲，跩若无去啊，袂要紧啊，因为跩是暂时啊。咱追求迄个什么？
迄个隐形的，咱追求迄个隐形的。所以啊 ，Jim Elliot 啊 ，Jim Elliot 有讲一句话啊，伊也做遐20几岁啊，因为伊就是去到厄瓜多尔啊去传福音的时阵啊，对怀厄瓜多尔的这个土人来传福音，落尾伊死去，怀土人来拍死啊。伊讲一句话真水啊，啊，伊讲一个人啊，若知影伊无法通啊，无法通保留的物件，伊放弃伊无法通保留的物件，但是伊掠掉伊袂失去的物件，迄个人毋成功啊！啊，我讲一摆啊，这个人啊，伊讲伊若放弃伊无法通保留的物件，然后掠掉还是弃掉伊袂会失去的物件，这个人是巧啊，毋成功。伊的生命就是安尼，伊知影伊的生命啊，伊无法通定扣掉咧，一日也无去啊。所以伊宁可放弃伊生命啊，伊要掠掉什么袂无去啊？就是上帝，上帝袂无去啊，上帝伫伊身上恩典袂无去啊，因为是去到甚至到什么？到将来，所以伊愿意为主的缘故放杀真侪物件，放杀真侪物件。但是咱伫世上啊，有时阵现主是特别，咱现主是的世界啊，咱是以物质的世界啊，大家看真重啊，物质的物件咱徛伫咱推啊看真条啊，但是属灵的物件咱加甲含。但是圣经甲咱讲啥？你着该拄着。特别你拄着困难的时阵，你才会知影讲说，咱所有的啊，其实是有限的。所以一摆啊，这个疫症啊来啊，这个 virus 啊，这个病毒啊，咱袂看到，甚至个这什么防不胜防啊，无法通来预防，有的人预防啊，有缘得到，所以咱知影讲人实在是有限的。人虽然真侪国家因真发达的国家，但是到目前也阁毋知影，也阁找无看伊个病症安倒落来，然后应该着用什么来医。所以互咱看到讲，原来世上有真侪物件是会无去的，是暂时掠定，咱是毋是着掠掉做第好的呢？然后第12节，伊就看咱从讲用一个。看咱从一个小的结论，伊讲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咯，因为已经过试炼了后，立刻得到什么？生命的冠冕。其实上帝试炼了，当咱赢过的时阵，毋但咱的信心坚固，咱的人格、咱的品格，有法通拿来亲像耶稣基督，咱有法通干呐？有法通荣耀上帝的名，甚至将来上帝要将什么？这个冠冕赏赐予咱，立刻得到生命的冠冕。这个冠冕第时啊，是不是将来会得到的？是啊。现主是不是会得到？同款是啊。意思是什么？生命的冠冕啊，就是讲咱的生命啊，咱的生命啊，变做有意义啊，咱的生命啊，变做有法通成做别人的祝福啊，这款的。生命的意义啊，才是最最重要的。所以雅各就讲啊，咱拄着试炼，免惊免躲避啊，咱求主，互咱力量，互咱赢过啊。因为所以一切上帝拢知影，然后一切干呐，为着上帝的荣耀，为着咱的好处，凡事互相效力啊，将来。然后咱赢过的时阵啊，咱的生命，咱会得到冠冕。有迄款素质啊，是咱无经过试炼的人无得到。所以咱毋免惊试炼来到啊，咱就是靠着主啊。这是咱今仔日咱看雅各书的时阵啊，忍受面对试炼。下礼拜咱要对第13节开始看起啊。第13节是讲到。另外一方面是对咱内面出来的物件，是试探的时阵咱就怎样来面对。所以希望咱倒去的时阵咱有法通甲伊干呐，我甲伊读册我甲伊读册，我甲伊思想者。咱这时咱会做咧
问一个问题啊，恁若有啥物问题，你爱问的会做伫啦。伫你的这什么画面顶面啊，有一个你看到一个 microphone 啊，然后有一条红线，你就是安尼甲伊点啊，互伊红线无去的时阵啊，你就有法通讲话啊。你有法通爱问啥会做伫啦。有啥爱分享啥无？分享你拄着试炼的时阵，你怎样面对？好。有无有啥爱来分享无？我无法通完全隆重看到恁隆重啊，所以有无？你想看觅你这两礼拜这两三个日，你有拄着什么款的试炼无？COVID 本身嘛是一个试炼也好一个什么试炼？你有喜乐无？恁若无喜乐，敢若恁若无喜乐啊？是毋是咱对上帝的认捌无够硬？你若相信上帝，你若对上帝认捌，你有法通安心虽然有牧者会直来交叉咱，但是咱讲无，我知影凡事互相效力因为才是上帝温存伫咱的心上。OK， 有啥爱有啥物分享的无？恁爱有分享的，也是做伫啦。还是恁有啥物爱替你祈祷的，也是会做伫啦。有无？恁若要讲话，你着将你个麦克风甲伊按者无袂听到咱有几项祈祷咱来为着几项代志祈祷咱为着这个日是咱的宣道周咱的宣道周，所以宣道周的时阵，咱就写点到咱所支持的一家宣教师毋单单伫本地甚至伫外国也是然后做宣教师的时阵咱若想到一家新学生，咱也是支持一家新学生现在是因为 COVID 的原因所以新学院叫做新学生就倒去了因为隆重刷落去，若要读册隆重是要用什么？用online 所以你要 online 的时阵伊讲你无需要直接但是做宣教师即就新学生因毋知要倒去，伊倒去因遐无拄笔无即款会熟笔所以因会较艰苦所以咱为着因来祈祷然后咱的宣教师伫无松伫菲律宾特别伫遮山顶的真侪宣教师因的建立教会因的牧会因若无教会无聚会的时阵会友无法通奉献所以因若是变做因的生活也是有问题所以真侪所在因直直爱讲开始搁继续聚会咯咱会明白但是开始伫聚会的时阵人着的 COVID 是愈来愈多愈来愈多所以毋知影要怎做，所以咱为着因也是来祈祷，为着咱做宣教师来祈祷，咱所支持的宣教师所以这个是宣教的向来是咱教会。第二咱为着菲律宾的这个 COVID 这个疫情顶两礼拜前6月的时阵都已经较低落你若看公司每日向来是啥感染着的人差不多正100个安尼。最近这礼拜迄一礼拜咯，是愈来愈多昨日可能剩700几个现在是已经变了300-400个人安尼得着400-500个，所以愈来愈多所以咱也是毋知影要怎样来做
所以这2礼拜咱会知影，因为种个因公若着的时阵啊，普通是2礼拜了后才出来。所以你看，咱6月初1啊，真侪所在变249啊，所以真侪人走出去啊，走出去了的时阵2礼拜了后，咱看到愈来愈多咯，啊，愈来愈多。所以这个物件，即马咱也是袂晓啊，也是袂晓。所以咱求主来恩待人民个，所以为着这个 COVID 来祈祷啦。啊，然后第3，咱为着一个身躯软弱的啊兄弟姊妹，兼且你有300个啊，为着祈祷，因为伫这款的环境内面啊，要找医生啊，真无方便啊，医生无拄可要来啊。所以这个真侪麻烦的代志啊，所以咱为着做来祈祷啦。好，咱今仔咱为着3项，咱免真做个啊，为着咱的宣道周啊，然后咱纪念咱的叫做什么传教士来祈祷啊，咱做神学生，特别做外国的，因要倒去的神学生。虽然唔是咱支持的啦，就真侪做宣教做神学生来祈祷。第二，咱为着这个 COVID 啊，伫咱菲律宾啊，希望有法通愈减愈少啊。看到新闻啊，讲纽西兰啊，已经0咯，已经无半个咯。哎呀，咱菲律宾唔知第时要安怎啊？所以咱为着这个来祈祷，求主来怜悯啊！啊，互政府会晓要怎样来做，啊，互百姓会晓听嘴哦，会晓听嘴。啊，然后第3哈，咱就是为着这个人会向来祈祷啊，所以咱来3个祈祷啦啊，祈祷了的时阵啊，咱来请啊平平姐啊，平平姐啊，你这个干结的祈祷，为着咱的查经哈，主要为着咱查经的祈祷。所以咱头先用差不多1、2分钟，咱大家人家己按咱的厝内，咱家己祈祷哈，为着这3项祈祷哈。亲爱的弟兄，感谢你。虽然伫疫情的当中，大家人无法通出外，只有住厝内，但是主你有缘，赐予阮一个真好的机会，通互阮伫迄个线顶，伫迄个 online 伫遮人听到牧师伫遮讲解主你的话语，教导阮人伫世上，因会拄着迄个试验，但是徛伫在的主，阮就是伫遐得着成功。主你搁伫遐，搁较要引带阮着行的路。主，阮感谢你，互阮每一个人听到以后，互阮会伫遐来学习，伫阮的生活里面，互阮无论拄着啥物财务，拢总会晓你搭起信心的目睭伫遐来仰望你，知影主你的确引带阮着行的路。主，阮即摆即个宣道日，阮也求你帮助阮所有的宣教士，求你